真欢喜，真期待礼拜二来到教会时，甲兄弟姊妹三见面，三招好，三讲平安啊无。最重要就是你毋知有准备好你的心，用真招调欢喜的心，就是来教会，来面斗阵来敬拜上帝。我绝对相信，咱用期待心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上帝嘛要用伊同大的怜悯接纳咱。咱要来唱一首歌，叫做《好心情》。我你有好心情，因爱你落伫心里，互我来祝福你。你一个有毛有力量，耶稣听你，听你，互伊听。
有好心情，搁对方无好心情，这是要安怎？我想只有上帝的话就是上大安慰。这礼拜我去探访咱一个姊妹，因为生病疼的医伴，伊本来是一个足积极的，毋过伊即马真尾钱，伊真尾钱讲负面的话，我想到这首歌，耶稣疼你，我想耶稣真正就是疼你，你毋免烦恼，不管什么情境，耶稣拢听甲伊鼓励。本来是讲上帝哪变了去，过来我想，我甲伊讲，你伫任何的时阵，上帝拢有个意思，你才有挖靠伊，当我靠伊，免烦恼。你爱一直伫咱的生命的当中，咱拢需要主耶稣。咱免逐工有好心情，真困难，只有挖靠伊，有主伫咱的生命中，咱就袂惊。咱有力量，较坦来，爸爸转去，有因为安尼。